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紧伫学校若交，拢爱罚钱。恁注意听哦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若干交的拢罚5块。哦，你交啊，罚5块。啊，我这，我罚5块咧。啊，安尼搁加5块咧。啊，干，安尼免走啦。我想要离婚呢，我看恁两个都好好，他会要离婚，因为阮某已经1个月毋空我讲话啊。吼，你爱考虑啊清楚，像即马这款袂细细念的某已经极歹找啊。一个欧巴桑伫 ATM 头前连续2摆密码，无反应，只有紧张。一个伯啊，好奇探头过看。你莫偷看恁祖妈的密码啦！你爸是咧看你用健保卡会当了偌济钱啦！人生爱记记4句话：第一，搁较难，嘛爱坚持；命运搁较苦，总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，早就已经过往云烟，风一吹就散。第二，搁较好，嘛爱担保。人生的路真长，无法度确定最后啥痛归何。所以你搁较好，搁安怎有优越感，嘛爱担保面对生活，面对别人。第三，搁较差，嘛爱有自信。不管你有偌差，嘛袂用你自卑，嘛袂用你放弃。相信自己，打拼坚持，咱每一个人拢会使。第四，搁较济，嘛爱节省。当你拥有真济时，更爱知影安怎生活。美好得来不易，搁较济，嘛爱节省，更爱学晓珍惜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这是 Camber， 每拜暗时6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想要掠着查甫人心，爱先掠着伊的胃。真济女人，迄个这句话骗一世人呢。你敢有看过这？